来关心国际新闻，这是伊朗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84个人死亡。这个案件即马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已经对外承认讲这是因做的。专家是认为讲，这将有可能是 IS 想要互伊朗去拍以色列，甲中东的局势愈合更加复杂。 گروه تروریستی داعش مسئولیت انفجارهای تروریستی دیروز در کرمان را بر عهده گرفت. 伊斯兰国公布，伊朗南部都市科尔曼前总领苏雷曼尼过身纪念活动的连环爆炸案的2名作案者的名字。佮表示，因称爆炸家加入人群，讲着家己眼中的异端，涉嫌拍时阵各用无好听的字句。根据知情人士讲法，一个男性自杀炸弹客因爆炸后，第二摆爆炸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做的，啊，不过并100%确定。 آدم خودش وجدان داره، انسانیت داره، قلب داره. 爆炸造成点啊加路表面翘起来，清楚显示炸弹内底有弹片。另外一边有伤者已经打去的火者，伊朗当局将死亡人数为超过100人继续下修，因为发现重复登记。伊斯兰国成员国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攻击基督徒甲犹太人为加沙躁动的流血事件复仇，佮批评巴勒斯坦派别甲伊朗革命，都赫然用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名义，根本是咧消费巴勒斯坦人。伊朗政府无回应，暗过官方媒体。 有相关的报道。科尔曼居民落以色列国旗，顶头写着以色列起死。美国华盛顿前东政策研究所科技研究员昨天表示，这场攻击真可能是伊斯兰国希望伊朗去拍那个哈马斯继续战争以色列，将安尼局势扩大做一场地区冲突，让安尼局势和世界更加乱。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